好，来继续要来讲这个疫情平稳，加上天气烧热，南投的溪头是来逼人阵，但是咧山区暂时有人来厝倒去。溪头即摆平日至少拢6000人次来入园，但是连几若天过头的雷公雨，这个山区的路是正骨，不时都有游客厝倒受伤。消防车出勤的次数嘛比平常时啊加出着1倍。讲到一天2点半钟内，都有2个游客厝倒受伤。透早10点外，救护车开入去溪头自然教育园区，有一位68岁游客因为跌倒手受伤，消防人员赶紧甲送病院。好在家在无其他所在受伤，无想到讲2点钟后，又阁有游客摔倒，是一位65岁男子昏倒在地，伊的面含手拢受伤。溪头平常时大概有6000人入园，但是这几天中昼了后拢落雨，山区路较无好行，常常有人跌倒受伤。消防车出勤的频率嘛比平常时加1倍。拿个拐杖、雨伞也有个支撑力。智慧化就是所以走中间一点，旁边不要走。另外，苗栗有一位52岁查某人，伊去爬南庄嘉里山，无小心跌倒受伤。经义消9个人轮流甲赶来送病院。看一下，拉短一点。由于山路崎岖陡峭，为顾及出勤人员及伤患安全，仅能短步搬运。天气较热，大家拢想要去山区凉一下，但是山区中昼了后可能会落雨，路会变较骨溜，嘛有可能因为安尼怎行甲唔知影路。甲你提醒一下，爬山进前总比爱穿落桥，嘛要考虑到家己身体状况，注意安全。